嘅咧，我哋係想同你哋分享就係有個更加重要嘅就係自主同埋負責。係啦，咁比呢四樣嘢更重要，因為咧而家我哋咧其實咧係需要我哋有一個自主嘅能力同埋責任。係啦，其實咧學習知識咧係隨手可得嘅。你哋其實洗手又可以學到啲乜嘢知識，其實好容易學習。但係咧個問題咧，你哋係咪可以有一種堅持啦、毅力啦？其實咧，你哋會容易放棄。遇到你嘅 DSE，我相信大家而家在座各位應該中四學生係咪？你打打氣，2年學、3年學，你哋要面對嗰個考試，係啦，面對佢嘅壓力。咁其實咧，知識係好容易學到網課啦、補習啦，同埋係啦，老師幫你補課啦，好沉重嘅壓力。但係咧，其實咧，你諗起當年咧，5、4青年嘅咧，佢哋咧係為咗自己心中一個嘅力量，係點樣去為國家、為咗爭取一個嘅改變呢個社會啦。所以咧，今日咧希望我可以帶到個信息俾大家，記住我亦都好中意嗰個嘅句説話，你哋記住你係一束光，你哋係一束光。喺黑暗嗰陣時咧，你係可以照亮到佢個地方咯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咧，你哋日後咧見到呢度咧，你回想翻自己，其實咧你係一道光，呢道光咧其實係照亮到每一個黑暗嘅地方，而係冇放棄自己。你係對國家、對每一個地方係有你嘅存在嘅價值。希望今日分享可以令到你哋可以揾到你哋嘅價值。好啦，咁我分享咁多，咁再次要邀請翻啦，我哋去。